人生第一次去秋葉原，動漫模型嗰啲咧，我就真係唔係太識啦。不過咧，我喺 Namco 唱咗5000 yen 嚟扭蛋，呢度真係超多選擇，每一粒大約300 yen 至到500 yen。5000 yen 咧，最後都唔係扭到好多粒啫喎。ご来店いただきました。馬騮咧係包子最中意㗎，姐姐同埋豬仔咧都好中意盧蘇，一扭就扭到 Gabby 超好彩啊！咁靚嘅底褲套標咧都係500 yen 咋。呢個系列咧就有啲森林家族嘅 feel， 藍色車車咧我諗大部分小朋友都好中意，企鵝仔都幾得意。Mon Chichi 鎖匙扣想要 Cinnamoroll 但係扭到 PC9，綠色恐龍咧就啱晒包子啦。想扭兩隻豆豉眼公仔，竟然扭到兩隻重複。索繩毛毛袋咧真係好靚，同埋裝到嘢，大家見到記得扭啊！第二日上飛機之前唔忿氣再去多次，又唱多咗2000 yen。不過今日手氣更加差，扭咗幾隻豆豉眼系列嘅咧都扭唔到好想要嘅。最滿意嘅咧係呢一個識着燈嘅呢隻綿羊仔，最尾竟然再扭到多一隻重複嘅豆豉眼。